创作型歌手，以细腻的创作和温暖的嗓音受到关注。张雨晨的音乐有一种独特的质感，让人听到不一样的华语流行。我们声音再大一点了。好，我们欢迎雨晨，让我们一起过来跟我们聊聊天好吗？欢迎雨晨来。歡迎雨晨，你好你好你好，哇！你啲 fans 真係太瘋狂啦！咁我都想問一問雨晨啊，咁今次嚟到澳門咧，咁唔知你會唔會帶到一啲新嘅創作嘅靈感俾你咧？其實一定有啊，因為每一次咧，即係出去旅遊又好啊，或者出去做嘢都好，其實都可以不停地吸收啲新嘅靈感啦。尤其是嚟到澳門呢個咁靚嘅地方啦，所以今日靈感滿滿，翻屋企應該就可以開始寫新歌啦。那我們也用普通話跟現場的觀眾的粉絲們一起說幾句好嗎？他們真的是等了你很久啊！好，現場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張雨晨，非常開心今天可以在這裡見到大家。好，謝謝雨晨。好，讓我們的小朋友也送上我們的小浪和無憂，送給我們的張雨晨，送一下我們的小朋友送的小玩偶。無憂啊，謝謝你們，出發！好啦，咁雨晨呢個時候就可以同我哋啲 fans 一齊打個招呼啦，多謝多謝。那我們今晚見雨晨。